后来乡亲啊，南投国城9份2山的木野花，即卖大开8成，一直到月底，拢是看木野花上好的时阵。国城乡9份2山的赏梅区是一片白茫茫，成袂少民众来赏花。即摆看是差不多8成，有照这地区去行。9份2山这一边的这个梅园密集度比较高，而且相当的漂亮。梅园里面的周边也都整理得不错。乡公所的农经科表示，伫咧赏梅期间，有准备在地农产，互大家人来买。人真多啦，人真多哈。阿花嘛真水啦。要走到最上面，然后好美这样子，开得很漂亮。这南投县可以说是一个赏梅的好地方，可以来这边走走、散散心，梅花扑鼻香，真的在这里可以感受得到。趁好天来赏花是旅游的好选择，即马当是上好的时间，而且还有丰富的农产品通好选择，大家人就要好好把握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